砸烂旧西藏，文化大革命狂暴，换新名。加布日变成胜利峰。最后说说加布日，这是一座山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三角之山，它位于布达拉宫所坐落的玛布日神山的斜对面，与玛布日以及旁边的另一座小山帕玛日构成位于拉萨这片河谷中心颇为醒目的三座山。很早以前，此山与玛布日相连，地势状如一条龙，风水十分独特。故有传说，将布达拉宫建在龙背上，再盖一小寺建在龙尾上，前后相连，遥相呼应，具有正负的效果。据说当年清军大将岳钟琪进藏，见这一带风水强盛，唯恐将来招致祸乱，下令用大炮把两山连接的地方炸断，企图打破这里的气势。后来藏人为了恢复这一带的风水，在山脉被砸断的地方修建三座白塔，塔底是进出拉萨的门户，又用铁锁和铜铃把前后两处相连，被称为察国格林，大意为摇铃接脉，反而成了拉萨的一个特殊景致。又有传说，玛布日是神山，加布日是鬼山，所以在两山之间有粗大的铁链串联着，意思是神用铁链牵制住鬼，表示以正压邪，为此加布日又叫铁山。1965年，在新政权对拉萨的第一次市政建设中，三座白塔被拆，几十米宽的柏油路拉开了两山的距离，民间认为断了神脉，曾想法用经幡将两山连接起来，于是在藏历年来临之际，虔诚的信徒都要来此将经幡挂上。1980年代，出于深深的怀念，一首由藏人作家、作曲家作词谱曲，由藏人著名歌手达真深情演绎的歌曲《白塔察国格林》风靡拉萨。1995年，三座白塔在原址上以水泥混凝土重塑，中间塔的空间缩小，与南北两座塔之间的道路拓宽，可容车辆过往，起名北京中路。今天加布日更为人知的名字叫做药王山，这自然不是藏名，但与藏医学有关。17世纪末，西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迪斯桑杰嘉措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的旨意，在此山上建立了著名的医药立众寺门巴扎仓，因为供奉有蓝宝石装饰的药师佛像，故被汉人称作药王山。但在20世纪中期，药王山上的门巴扎仓藏医院却彻底消失了。1959年3月，拉萨抗暴期间，此山因地势高拔，由西藏政府的军队驻守，于是解放军用猛烈的炮火袭击药王山，至门巴扎仓夷为废墟。加布日的命运不止于此。当破四旧的潮流席卷而来，虽说彼时已无旧可破，红卫兵们仍然要把胜利峰的牌子插在加布日的山顶上，以使一座旧社会的山重新获得了生命。以后为了备战备荒，又在山下大挖防空洞。1985年，曾经红旗飘飘的山顶竖立起一座79米之高的电视塔，并且有军营驻扎于山下，日夜严加防守，甚至不许信徒依照宗教传统在山上悬挂经幡。用一位拉萨老人的话来说，这下加布日就完了。如今加布日的四处岩壁又刻满了形态各异的佛像和长短不一的经文，据说造像数量多达5000余尊，且不断添增，堪称西藏摩崖石刻之冠。
近年来，在科泽等深长头从康区到拉萨的云游喇嘛刀登达瓦已去世的主持下，在不计其数的信徒捐助下，这里出现了一座用石板垒砌的玛丽石塔，石板上刻的是大藏经甘珠尔，附近的一些洞窟中则香火缭绕，酥油灯长明，祈祷声轰响。加布日布药王山既是转经圣地，也成了游览胜地，朝圣者不绝，观光客也不绝。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